今集日華牧師64歲生日共同訊息 Part 2將分享更多奇妙嘅共同訊息。第一個共同訊息：聖經曼德拉效應與 Oracle 嘅出現。早喺8年前嘅2017年6月4日，日華牧師於曼德拉效應1首次分享曼德拉效應，並提到聖經英皇欽定本出現咗大量明顯嘅曼德拉效應。其中一個最突出嘅例子係聖經中對至聖所嘅用字出現咗前所未見嘅字眼 Oracle。日華牧師早年研究舊約嘅會幕與聖所嘅時候，曾多次閱讀英皇欽定本及其他相關文獻，例如釋經家 Kevin Conner 著作《摩西的帳幕》、《大衛的帳幕》同埋《所羅門的聖殿》，但從未見過以 Oracle 一字形容至聖所。然而，當曼德拉效應出現之後， Oracle 竟成為英皇欽定本中最常用嚟形容至聖所嘅詞彙。原來神係刻意喺聖經中製造曼德拉效應，用 Oracle 取代原本嘅 Holy of Holies。因為喺2017年達至至聖所級數信仰嘅新婦級人物已經出現，就係錫安教會嘅日華牧師。Holy of Holies 僅描述地方嘅神聖，而 Oracle 則進一步指出一位能領受神諭嘅先知或神人，呢個先能夠真正代表至聖所嘅屬靈意義。2018年6月3日，日華牧師於精華短片中分享，神藉着共同信息顯明2012信息已達至 Oracle 神諭級嘅至聖所信息。呢啲嘅信息由神親自掌控，連一日都冇偏差，世人絕對唔能夠輕看或恥笑。當年日華牧師已經與資料員分享，最高嘅信仰級數就係至聖所而出嘅神諭 Oracle。以下係2017年7月12日日華牧師與資料員嘅討論內容。即係同阿慈恩佢哋傾起咧，講起聖經譯本嗰啲咧，忽然間諗通咗一樣嘢。你諗下，尋晚我哋對片咪講起一樣嘢，就係我哋講仲超越 Rhema 嘅級數嘅神嘅話語咧，其實就喺至聖所嘅榮光嗰度出嚟噶嘛。即係外院就係借火啦，聖所就係 Rhema 啦。但係咧去到至聖所咧，用乜嘢形容最好啊？尋晚我哋咪講佢能夠產生 Mandela effect 啊，超越時空啊，呢種係另類嘅 Rhema 神嘅話語啊嘛。咁其實用咩最好咧？形容至聖所裏邊呢啲所出嚟神嘅話語咧，由新婦所出嚟嘅話語咧，咪就係 Oracle 咯，神諭咯。而 Oracle 原本都係講緊話係女先知所講出嚟嘅預言噶嘛，所以唔怪得咧新嘅 Mandela effect 係將 Oracle 代替咗 Holy of Holy 啦，因為 Holy of Holy 明明係講個地方，但係 Oracle 明明係講緊說話噶嘛，講緊頒布出嚟嘅神諭噶嘛。到咗2021年5月11日，日華牧師首次向資料員分享，摩西就係活動中或行動中嘅 Oracle， 即行走嘅約櫃 Walking Oracle。以下係日華牧師與資料員嘅討論內容。今日講起約櫃啊嘛，其實咧約櫃有幾個重點可以記低嘅。第日睇下可以講。第一咧就係約櫃佢個秘密同埋結構咩咧，咁好容易睇翻嘅。其實佢就係以家私嘅身份存在噶嘛。咁所有家私就係講緊信仰真理嘅執行同埋應用啊嘛。即係無論係因信稱義啊、浸禮啊、金燈台啊、陳設餅啊、金香爐啊，都係一個真理嘅執行同應用。咁約櫃都係嘅。約櫃就係其實我哋係經歷過3個最主要嘅磨練，而導致到我哋能夠喺 Oracle 當中同心合意成為一間咧，去製造神 Oracle 嘅教會嘅。即係等於我哋由金燈台就係聽神嘅 Rhema，至到係頒布神嘅 Rhema，即係金燈台㗎嘛。咁約櫃就係咧由聽神嘅 Oracle 變成頒布神嘅 Oracle 啊。其實我發覺咧要提多一樣嘢咧，約櫃點樣先至喺今年完成咧？其實約櫃嘅咧3個挑戰啊，嗱佢有個根基就當然今次唔知嚟自埃及啦，使佢能夠起約櫃啦。但係其實3個挑戰都對會眾挑戰，唔係對摩西挑戰嘅。3個挑戰，第一個挑戰當然金冠嗎哪啦，就係我哋會唔會將神嘅 Oracle 變成我哋嘅食物咧？即係前面有呢個挑戰，就當然讓神嘅 Rhema 成為食物啦。
除咗 logos 就係 Rayma 成為我哋食物，第三就係我哋會唔會讓 Oracle 成為我哋嘅食物啊？即係呢個就係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係靠神口裏邊所需一切嘅話語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會眾係受呢個挑戰，因為馬南唔係挑戰摩西，其實係會眾出咗事。第二就係金牛族都唔係摩西出事，係會眾出咗事嘅，就係由律法版代表咗啦。第三咧就係嗰支阿倫花開花嘅杖。其實呢支杖一樣係會眾出咗事，會眾出咗咩事咧？佢哋冇仰望同埋接受摩西係佢哋嘅領袖，所以呢三個挑戰咧，其實摩西已經係帶嚟神 Oracle 噶嘛，摩西佢唔需要喺呢個經歷當中，但係咧最大問題而家已係講緊教會啊嘛，咁所以係教會係平信徒要經歷呢三樣嘢。起碼第三樣講法咪開花個杖，一定唔係講緊摩西啦，一定係講緊佢哋會唔會同心到一個階段接受摩西所出嘅呢個 Oracle 嘅權柄噶嘛。如果唔係咧，約櫃嘅挑戰根本唔係挑戰摩西，係挑戰會眾。所以一出事咧，神係同摩西講話，藉住摩西開始過一個國家噶嘛。呢個就係咁解，因為要能夠成為會眾嘅約櫃咧，先至係叫做約櫃。如果唔係嘅話，只係摩西得著成 Oracle 嘅啫。所以點解呢個約櫃係由會眾抬就咁解，唔係摩西抬？因為摩西根本就係一個活動行動嘅 Oracle。呢個係詳細版咯，即係關於約櫃嘅，就係其實係對會眾嘅挑戰嚟嘅。因為呢個好明顯，西奈半島呢三件家私都係講緊呢樣嘢。應該話西奈半島呢件約櫃家私裏面有呢三件嘢，都係對會眾嘅挑戰。2025年9月10日，日華牧師踏入64歲生日嘅第10日，突然爆出一宗震驚全球嘅大新聞：世界第二大電腦軟件公司、全球第一大數據庫軟件公司 Oracle 嘅股價，當日盤中暴漲逾40%，創下該公司歷史上最大單日漲幅。主因係近期人工智能浪潮帶動公司訂單量持續大增，投資人信心高漲。81歲嘅甲骨文公司董事長兼共同創辦人艾里森，身價暴增1010億美元，淨資產達3930億美元，正式超越 Tesla 汽車執行長馬斯克嘅3850億美元，成為全球首富。呢個亦創下彭博億萬富翁指數有史以嚟單日財富增幅嘅最高紀錄。更驚人嘅係，艾里森出生嘅日期係1944年8月17日，呢個正係日華牧師與玉珍師母嘅結婚紀念日，同時亦係今年錫安教會首次全體郵輪之旅嘅上船日。明顯神要正式確立日華牧師嘅身份，就係行走中嘅約櫃及神諭 Walking Oracle， 係世界第一 The One 唯一嘅新婦級人物。校對完第一個有關 Oracle 嘅共同信息後，Eddie 策略家提問：日華牧師能達到現今 Walking Oracle 級數嘅信仰，係咪因為每次神給予命令，佢都即時執行呢？以下係2025年9月19日日華牧師嘅回應。日華牧師想問翻頭先 Rayma 同 Oracle 嗰個分別。咁 Rayma 就係神即時嘅話語啦。咁日華牧師係咪喺個即時話語領受當中呢？你係每一次都係即時執行，即係好似雙水咁樣，神頒布咗俾你，咁你係即時執行，冇怠慢啊，冇延遲啊。喺當中即係呢種嘅累積，係咪咁樣至能夠建立得到 Oracle 咧？譬如我哋咁，我哋都係領受嘅啫。日華牧師頒布我哋去領受，咁我哋係咪要即時執行，咁至能夠真係對 Oracle 有個比較大嘅反應喺當中呢？呢種係咪都係日華牧師咁多年嗰種嘅累積？因為日華牧師一開始建立教會就一日不偏差噶啦嘛，喺分享為已經係4794噶啦嘛，即係日華牧師你進到入至聖所呢個階段，領受 Oracle 呢個階段係咪已經好早期係可以得到呢種心法？呢個問題好好。其實呢個呢，我相信係你問咗一個我根基性同一般我所認識嘅所有人信仰上嘅唔同啊，就係我點樣能夠將 logos 慢慢變 Rayma， 然後慢慢由 Rayma 變成 Oracle， 即係話我聽到 Oracle， 並且後尾我係頒布 Oracle 呢，當中呢個變化過程係乜嘢呢？其實呢個變化過程當然咧就係話我哋有 calling， 然後我哋喺呢個 calling 當中一路去完成呢個 calling 嘅時候，去孕育出性格，就慢慢使我哋變成一個啱嘅器皿，好嘅器皿，可以承載神 Oracle 啦。但係裏面有一個過程呢，其實最早我理解呢，就係嚟自趙鏞基第四度空間裏面所講 prayer and obey 啊，就係你禱告咗就 obey。但係呢一句說話當中喺我有生之年從來未見過超過5個人做得到 pray 同埋 obey。俾我舉個簡單嘅例子，你就明白我講緊啲乜嘢。
因為 obey 呢一個咧係軍隊用嘅，就唔係話立正咁樣講又我食完飯先立正啦咁樣，或者我下年先立正啦，或者休息，或者係 left right 咁聽朝先做咯。你叫咗我聽朝先做，呢個唔係 obey 啊。obey 就係你同個時間係好 match 嘅，你聽到嗰刻就係嗰刻做，你聽到刻就係嗰刻做。點解我可以一日冇偏差？神俾我祝福，因為我聽到嗰刻就嗰刻做。你知唔知道點解主耶穌喺本地本族父家係唔可能夠產生神蹟啊？因為其實你知唔知道咧？有陣時親戚朋友咧，導致我哋覺得係有得選擇嘅假象。係啊，舉個例，我個仔講呢一樣嘢，咁我做唔做都得啦，我聽唔聽都得啦。我聽我10年之後先做，或者我醒起先做，我遲啲先做。當然咧，對於一啲人嚟講，惰性遲啲可以係1日或者係10年噶嘛。咁其實我有生之年噶，我有好多嘢勸過人，但係有啲真係10年後、5年後、3年後先做嘅，因為佢哋有個假象。個假象就係我有得選擇，嗰個係你嘅仔，係你嘅丈夫，係你嘅女兒，嗰個係你嘅親戚，包括呢個親戚係佢個名叫主耶穌咧，我哋都有個假象，佢講咗，我哋遲啲先做，咁佢咪 obey 咯？頂晒籠，你呢種嘅質素最高只能叫順服，但係絕對唔係叫做 obey。obey 就係因為神係一日冇偏差噶嘛，1秒都冇偏差噶嘛，1刻都冇偏差噶嘛。當佢講得俾你聽嘅時候，其實就係啱時間你去 prepare 啊，仲要 prepare 將嗰樣嘢做得最好啊，咁咪開始籌備咯。開始做咯，咁所以你哋先睇見就係話，好多時我哋真係做嗰樣嘢呢，其實之前可能有成年以上嘅籌備。譬如今次我哋講得出8月17號我哋想有啦，但問題個籌備幾多年啊？但係我哋由開始籌備係冇推後嘅將佢，咁咪配得咯。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就係講緊喺我一生當中係未超過5個人啊，係做得出 prayer and obey 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就親自帶住好多呢啲嘅人呢，拖得拖啊，最常有就係拖1年先至做啊。事後我都會見到佢哋擾害己身咯，即係自己受翻自己嘅苦，甚至係 curse 添嘅有啲係。原因就係呢，佢哋已經聽唔到神嘅 rhema， 已經聽唔到噶啦。但係有人講神 oracle 俾佢哋嘅時候呢，佢哋都竟然拖。咁你諗下，唔好講 rhema 啦。如果佢憑自己聽到嘅 rhema 剩嗰啲，佢更加唔會做添啊，乜去拖啊？因為有一個神人喺度同你講呢個 credit， 你都可以拖嘅話呢，咁你根本就冇資格去聽 Rhema 嘅有生之年。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噶，如果世上係冇摩西呢個人呢，以色列人一世都出唔到埃及。出到埃及嘅時候，都係半路中途已經係4分5裂，並且會有內鬼。其中一個可拉黨一定會出賣晒佢哋身邊嘅所有人。呢個就係咁樣，一定要有個摩西喺度。但係點解有個摩西喺度？佢就係 walking oracle， 然後跟住佢做個聖殿出嚟俾你睇見。如果你哋想成為聖殿，如果你想成為另一個摩西呢，你就照住呢個會幕咁樣行完呢個信仰歷程啦，剖析翻啦。咁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嘅 personality 慢慢改變，變成一個啱嘅器皿，就可以承載神嘅 oracle 咯。呢個器皿能夠變成神嘅 walking oracle 嘅時候呢，呢個器皿就稱為約櫃啦，亦稱為方舟啦。咁呢個咪就係今次我哋上船嘅時候所經歷到啦。所以你問嗰個問題係好啱嘅。而事實上，世上好多人佢都冇呢個自覺㗎，咁所以神就用咗一樣嘢提醒佢哋嘅，就係用債啦。債你一定要還，並且還嘅時間係個債主定嘅，所以神就用債嘅方式去將救恩去俾全人類啊。原因全人類大部分呢都係真係只能夠以債嘅概念同神去相交嘅，係好少人有一個咧 pray and obey 呢一個概念同神去相交。譬如舉個例，所謂叫做有得選擇嘅假象啊，因為個係你嘅親戚。唔理佢嘅名叫耶穌都好啦，你覺得有得選擇。佢嘅名叫做但以理，或者佢嘅名叫以賽亞都好啦，喺歷史上你都覺得有得選擇，因為你係佢親戚啊嘛。但係問題就係，當講到呢種有得選擇而選擇佢唔做嘅時候呢，神用債務呢個方式去提點嗰個人而犯咗呢樣嘢嘅時候呢，神去審判嘅咪就係呢個1000兩銀嘅例子咯。1000兩銀嗰個人啊，佢以為佢有得選擇。但係如果一個銀行借債俾你，你要有利息噶嘛？咁好明顯呢個去遠方呢個主人，佢係期待呢1000兩係會收翻個利息噶嘛？嗰個主人都講啊，直情佢話你將呢樣放俾人去收利，你都會有利息噶。佢係期待呢樣嘢，然後佢將佢埋藏咗，然後佢仲鬧個主人，你喺冇種嘅地方你要收啊成啊！呢個係乜嘢啊？呢個就係呢個1000兩銀嘅僕人，佢覺得佢有選擇嘅權利。其實有受膏者嘅話，神咁樣去膏一個大祭司，去膏一個先知，去膏一個皇帝，全個以色列國家佢哋都冇選擇權利嘅，包括就算連大衛嘅仔押沙龍都冇得選擇權利，冇嘅。但係個個人以為同神之間係可以有選擇權利啊嘛，所以神就發覺人係咁卑劣嘅，呢種卑劣嚟自佢惰性，所以神就用債呢個概念去做。所以呢個嘅主人呢，佢點對呢3個僕人呢？
佢就係按住佢哋嘅才能去俾，聖經係咪咁講啊？去俾1000兩、2000兩同埋5000兩去俾佢哋3個，係按住佢哋嘅才能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其實佢咁樣俾嘅時候呢，後尾要同佢嘅說話去講，佢其實預期佢哋要有連本帶利俾佢噶嘛。但係呢，1000兩嗰個呢，佢就有個假象，所以我稱為假象啦吓，就係佢有得選擇。佢覺得佢既然有得選擇，我選擇呢樣嘢，你唔干擾得我，你唔干預得我，你甚至唔責備得我。而家我俾翻1000兩你，你咁樣做，我鬧你。呢個係咪一個假象？係啊。其實神想打破呢個假象，就係用借嘅方式去俾我哋。我哋係神嘅好管家，嗰啲錢唔係屬於我哋擁有嘅，恩膏都唔係屬於我哋擁有嘅，我哋只不過係一個管家嚟嘅啫。而我哋要還翻，但係連本帶利，因為佢本身以借債嘅方式俾我哋。每一個銀行都係以借債方式俾你嘅話呢，佢就一定會收利息，唔理多定少啊，都會收利息噶嘛。呢一種假象其實好得意，好傻嘅。而家就睇翻，好多人都有呢個假象嘅，就係咩呢？譬如舉個例。一個人如果係借100萬去買樓咁樣買咗啦，但係問題呢，佢真係佢覺得呢，佢借100萬去買樓呢，佢一路係欠住100萬嘅債。你見佢哋每一個都係咁講嘅，係咪先？跌咗啦，我蝕咗呢個首期噶啦，而家我100萬嘅樓值80萬，值50萬，唉，而家值50萬，但我仲欠住100萬嘅債啊！佢懵㗎喎，如果你嗰個債務係20年係30年嘅話呢，你嘅債務係200萬或者300萬嘅嗰度。佢哋真係以為佢仲欠緊100萬啊！佢以為賣咗之後抵咗仲有幾十萬啊！其實唔係噶，因為點解？因為你係借20年、30年啊嘛。喺而家嚟講，你會睇到好多人，佢唔係以欠債嘅概念去諗佢自己嘅債嘅。而家如果你係借咗100萬，你嘅樓呢係跌到剩翻50萬嘅話，你係而家呢係有一個值50萬嘅樓，然後你欠住一個300萬嘅債嘅。所以呢個先就係嗰個事實。債其實好多人係以惰性方式去唔諗呢樣嘢，所以救恩同埋福音呢，就好似連保羅都講佢欠福音嘅債，即係話每一樣嘢都係有一個債嘅，每一樣嘢都係要我哋係耕耘咗之後，然後我哋還債，就好似神借果園俾你，然後佢要嚟收果子嘅，你係欠呢個債，要每一個啊，聽住咯，每一個被稱為受膏者嘅人呢，每一個嗱，神一係唔高佢。一高佢呢，佢係以債主嘅身份嚟㗎。主耶穌基督係以債主身份嚟。點解叫做基督啊？佢就係一個債務嘅授權人，佢嚟到要你還債嘅。主耶穌基督佢咪就係話我係原主嘅仔啦，你就嚟殺咗我。但係每一個你嚟殺嘅每一個啊，神差嚟嘅僕人啊，都係嚟收咩話？收果子，即係收債。你知唔知道你身邊有個受膏者，肯定係受膏者嘅話，其實佢就係嚟呢個世代去收債，所以佢變咗佢真係完全 complete 成為一個受膏者嘅話呢，嗰個世代唔聽佢講，唔照住佢 Oracle 講，咁佢哋就已經被合格地、合法地定為要受審判嘅。埃及點解會公然可以被滅呢？係因為摩西係受膏者啊，所以佢係嚟收債嘅。主耶穌基督兇惡園戶呢個比喻，其實講緊一個有歷史以嚟呢，好多人嘅一個假象，就係神嘅受膏者嚟到與我何干啫？唔係啊，佢係收債嘅。每一個人，就算你信主與唔信主，佢都會收你嘅債。唔信主佢收靈魂嘅債，信主嘅話佢就收神俾咗呢個時代嘅責任，俾你活喺呢個時代，並且俾咗呢個救恩你，或者俾恩膏你，咁你應該點樣做？咁所以我咪就好似旁觀咁睇到身邊嘅人究竟其實點對神嘅受膏者咯。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拖延都係一種罪嚟噶。如果呢個唔係一個罪嘅話，咁嗰1000兩嘅就唔會俾呢一個主人去審判佢，因為一定係連本帶利，一定嘅。因為好多人佢根本如果唔接受呢個債，佢根本都乜嘢都唔使開始，佢係負資產嘅，佢邊開始到做投資啫？但係神俾咗一個責任佢哋嘅話呢，神嗰個時代佢俾咗一個受膏者嘅話，淨係因為呢個受膏者嗰個時代已經欠咗債，你明唔明啊？因為每個時代佢哋第一，所有受膏者係世界不配有嘅人啊嘛。所以神一俾受膏者，咪已經話俾你聽，你已經欠咗受膏者嘅債。呢個受膏者嘅債就係神為你去賜咗呢個受膏者。好啦，咁你點對呢個受膏者呢？延遲咯，拖慢咯，唔係 pray and obey 咯。即係佢哋會有個假象，就係我有得選擇。咁但係問題呢種假象覺得有得選擇嘅人呢，最犀利出現喺邊啲人身上呢？就係受膏者身邊嘅親戚嘅。所以主耶穌基督第一，當然主耶穌行唔到神蹟。但佢哋已經唔配主耶穌去行神蹟啦，為佢哋明唔明啊？佢配咩？而家佢哋有個假象可以作選擇，而並且仲係選擇個唔好嘅。呢個咪就係1000兩受責備嘅原因啦。就係佢覺得有個假象就可以選擇埋咗佢，我俾得翻你就得噶啦。所以諗去質詢翻個主人，但係主人話俾你聽，呢個係假象嚟噶，
呢個係假象嚟，唔係因為你有呢個假象，所以我唔審判你。唔係啊，喺3個僕人當中，佢係審得最多嘅，係最嚴峻嘅。但係問題你睇到5000兩嗰個冇呢個假象，佢賺翻1萬兩翻嚟，即係整體變咗1萬兩，佢俾個主人，咁呢就達標啦。你會睇到有10個成添，咁呢個公價咪就真係配得啦。所以神其實呢一個咁樣嘅 concept 係對每個時代嘅，但係問題尤其是對呢，你遇到受膏者都仲有咁嘅假象呢，就只能有一句話係抵死嘅，嗰啲人係抵死嘅。所以而家你就明白聖經點解好多呢啲嘅字眼，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啊？呢句說話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嘅，係咪可以真係擺喺受膏者嘅親戚嗰度去睇呢？或者能夠有機會翻受膏者帶領嗰間教會去睇呢？而其他根本冇機會翻呢間受膏者嘅教會嘅人，呢句聖經對佢哋冇乜作用嘅。但問題，當你對受膏者嘅態度就好似主耶穌咁樣啦，咁你睇到血流婦人，你就可以 get 到佢要 get 到嘅嘢啦。所以呢一個咪就係講緊呢個假象，其實係神去藉着借債呢，希望我哋穿透咗呢個假象，知道我哋冇得揀嘅，我哋欠咗神嘅恩典。所以好早年我都講過嘅，好早年2-3年前講，我話好多人根本嚟咗聖安，你欠咗教會一條命啊！你仲要逼迫，你仲要喺度誣衊，你諗下死得幾慘啊！呢啲人喺永恆裏邊真係冇得走嘅，係因為點解？因為由頭到尾整體你對神所做嘅嘢呢，係你欠咗佢。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好多時以為獻祭呢係我哋俾啲嘢神，其實唔係嘅，你係欠咗神而去獻呢個祭嘅。永遠係因為點解？因為你擁有嘅嘢本身，你拎嚟獻俾神嘅嘢都係神俾你，你生命氣息啦，你嘅富足啦，你有嘅健康啦，你有嘅財富啦。所以我哋以一個欠債嘅方式去獻祭，根本就冇可能你去延遲嘅。冇可能噶，你有冇留意啲債呢？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睇見呢，嗰啲節期呢，全部就係指定日子啦，指定要獻啲乜嘢啦，就好似真係你欠咗神咁樣嘅，係咪？但係好多其他宗教就唔係噶嘛，翻去劏雞還神啊之類，佢自由去諗噶嘛。點解啊？因為銀行同你之間嘅關係係咪每個月要還翻指定嘅利息嘅？你還唔到本金，你要還到利息，係咪啊？所以根本成個嘅7個節期係以債嘅方式呢，去要求人做嘅。咁但係就係我所講，好多人信主根本佢唔信得真嘅，其實佢唔係真係相信聖經寫呢啲嘢。但係呢一啲嘢咪豈不是明明寫咗喺聖經度啦？但係問題人睇聖經就唔係好真咁睇呢。我今日講嘅嘢對好多人嚟講可能係好新噶，但係其實我由我信主就已經唔新噶啦，呢啲咪寫咗喺聖經度咯。佢已經寫咗喺聖經度，不過啲人求甚解底下呢，都仲要有人去解嘅，但係解咗都唔信嘅。而有個人擺正喺你面前嘅時候，都完全冇敬畏嘅心嘅，咁所以嗰啲人咪唔知道點樣對受膏者。所以你睇到成個人類歷史當中，你有冇留意點解啲人係自然去憎每一個時代嘅先知嘅？神派嘅，點解你唔派一個傳承偶像出嚟呢？你唔派一個大家都開心討人歡心嘅先知啊？點解主耶穌去講每一個？而家你會睇到去到呢個時代都係噶，啲人呢，佢覺得你點先係神嘅先知啊？你討人喜歡，個個都覺得你好嘅，覺得你德高望重嘅 ，OK。咁就係神嘅先知啊！到而家全世界嘅教會都係咁諗噶。但係由寫聖經以嚟，邊度有一個咁嘅人啊？最勁嗰個救主咯，救主嘅先驅施洗約翰咯，邊度有個咁嘅人啊？因為點解？因為由開始整個信仰嘅過程，摩西嗰個時代嚟嘅時候，佢嚟係討債噶嘛，明唔明啊？咁嗰啲抵賴唔還債，咁咪憎咗佢咯。自然嘅喺內心當中，點解成個世代會憎咗我？我作奸犯科咩？我周圍去害人呢？肯定佢哋好多教會加埋啲牧師醫到嘅人都唔及得我一個加埋，你知唔知道？咁點解佢咁憎我啫？我講錯啲乜嘢？我做錯啲乜嘢？我有40年證明噶咯，因為佢哋下意識知道我嚟討債啊嘛。每個時代神會高一個受膏者，而呢個受膏者你可唔可以討人喜愛？如果神知道呢個所謂受膏者會討人喜愛嘅話呢，佢就會整死佢，會派第二個，因為你嚟討債噶嘛，你係每一個呢個原主派嚟嘅僕人嚟討債噶嘛。所以我嚟到呢度就係討債啦，但我相對亦顯示到就係話呢，我亦係成為呢個時代嘅答案咯，同每一個時代當中神用嘅人。所以就係嗰個假象，嗰個假象就係你越親近到神嘅受膏者呢，或者甚至佢係你嘅親戚或者有血緣嘅話呢，你係識覺得有個假象就係你可以選擇，因為你熟啊嘛，就所謂中國成日都講特權階級啊嘛，你係明唔明啊？佢我仔雅各，你走去叫你阿哥翻嚟啦咁樣，可能係癲狂嘅走去，咁咪主耶穌咪講啊，誰是我兄弟姊妹？父母呢，佢點解會講呢句說話呢？係咪？就係因為佢哋有冇資格咁做？所有覺得佢自己有得選擇嘅，甚至用暴力手段啊，或者係怠工手段，怠工手段就係1000兩銀子啦，暴力手段嘅就兇惡園戶啦，全部都係有呢個假象，就係佢哋可以有得選擇。其實你欠咗債你就冇得選擇，
你只有係即時將呢一個欠咗嘅拎翻嚟賺翻，連本帶利去俾翻神呢，你就會有獎賞或者打個和。咁呢一個就係你能夠由理解神嘅 logos 慢慢變成你可以聽到神嘅 rhema， 慢慢變成 oracle 嘅原因，就係因為你真係 pray 同埋 obey 係冇得選擇。記住 obey 呢係冇得選擇嘅，信服呢就係你可以用好嘅態度而選擇唔做，即係你就算唔做你都用好嘅態度，但 obey 係冇得選擇。咁你就明白基督嘅定義係咩啦？有歷史以嚟基督嘅定義係乜嘢？神高咗呢人做大祭司，你冇得選擇噶，佢就係大祭司噶啦嘛。而並且佢以大祭司身份去要求你，你就要做噶啦嘛。神高呢個人去做先知，咁啊即係話佢係收債人。另一個就係佢高呢個人做皇帝，你只能夠 obey 佢做皇帝嘅啫。所以歷代歷世以嚟，受膏者真真正正嘅意義同埋身份，點解一講喺以色列人哋一講，哇你係基督，一講你係基督就已經其實在佢哋個 concept。佢就理解，因為佢哋有足足1500年時間去理解受膏者喺佢哋全個以色列人嘅歷史當中，由先知、祭司、士師啦，一個一個佢哋親眼見到，佢哋受膏嘅話呢，就其實係你冇得選擇嘅，因為神會負責嘅，為呢個人而負責。佢膏佢原因就係話佢係呢個時代當中嚟喺度成為一個收債人，但係同時呢，佢亦用好多嘢證明佢自己呢係真係聽到神嘅聲音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係當一個人喺呢個時代一信主，自動自覺能夠做到我講呢樣嘢，佢先至有機會可以成為 walking oracle。咁如果佢唔自動自覺咁做，因為我今次唔做，會有個受膏者下個禮拜再提我啦，我呢年唔做，下年受膏者就會再提我啦，我大後年都唔做，佢就會繼續冤住我噶啦。我中意聽咪聽，唔聽咪鬧佢幾句咯。主耶穌其實就係咁樣嘅待遇啊，佢喺佢自己本地本族家。咁你諗下，如果要看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嘅話呢，嗰班友仔其實佢哋會係點樣呢？而呢個向誰多給呢個概念，咪就係主耶穌基督派70個人去講話，呢個城市唔接受你對下腳長嘅塵土咯，就話所多瑪俄摩拉喺末後日子審判嘅時候都冇你咁慘，就係咁解啦。就係多給原因係因為咩啊？因為如果有受膏者嚟到嘅時候呢，你只能夠 obey 嘅，你唔可以唔接待呢70個人嘅。咁佢哋證唔證明你受膏啊？佢哋趕到鬼，佢醫到病人，佢叫到死人復活，佢哋70個都係受膏。咁呢個就係其實喺成本聖經根本一路就係用債去講出呢個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嘅。咁其實你打開本聖經，其實一早你已經知，因為罪債已經係一個整體嘅提醒啦。開始主耶穌基督嚟已經係藉著佢嘅救贖去回應我哋啦。咁但係問題好多人一生都從來冇以債嘅概念咧去對待過佢哋嘅信仰。咁所以變咗就算佢當佢翻石安做到領袖，有機會佢上到天上係掹車邊嘅，因為佢只不過係比其他弟兄姊妹早10年、20年、30年、40年翻嚟嘅啫。真係唔係因為個才能，因為如我所講，我早年開始對一嘅時候，教會得20幾人啫嘛。咁20幾人你一定肯定係精英，唔係㗎，係個恩典嚟㗎咋。當然啦，正如我所講，我對過一嗰啲咧，大半都跌倒咗嘅，因為佢哋配唔配啫？佢哋唔配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咁個過程當中，其實係多給咗佢哋嘅，所以佢咁都有本事跌倒嘅話，就好似等於喺主耶穌嘅時代，普通漁夫啊、稅吏跌倒咧，都唔及得猶大跌倒咁恐怖。因為點解？因為主耶穌係受膏者啊嘛，佢係基督啊嘛。咁所以你問呢個問題呢，其實就係點解會做得到呢？點解會慢慢係可以由聽到神嘅 Rhema 變成好明顯 Oracle 呢？因為 Rhema 基本上係被動啲嘅，即係應該點做啊？你點樣作出選擇啊？你嘅行為啊，或者你嘅信仰，或者你嘅出路點選擇？但 Oracle 直情係頒布嘅，嗰個可以滅世級數，就好似摩西咁樣分開紅海啊、十災啊呢一啲。咁而我哋直情頒布嘅，我哋呢個時代梗係唔係頒布十災啦，我哋呢個時代多過十災。我哋有4碼嘅頒布噶嘛，咁你會睇到咪就係我哋嘅信息一路講一路頒布啦。咁呢個我點能夠達到呢？就因為我係自動自覺底下冇人教嘅情況底下，我由信主已經知道呢個虧欠，就聖經講啦，我哋要常以為虧欠，就咁解啦。就係當我咁樣做嘅時候，我咪慢慢喺我有生之年當中慢慢躍進咯。但係個躍進導致到我成為更好嘅器皿，我同神嘅聯繫就越嚟越密集，先至可以變成喺呢個時代嘅 walking oracle 咯。相對，因為我已經做到啦嘛，所以用翻呢個冇得選擇嘅 concept 去對我嘅人呢都做到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啦，小獅子佢唔會覺得自己係我個仔或者係下一代，佢覺得佢有得選擇，佢冇，佢不斷施加壓力俾自己，佢覺得冇得選擇，係意識嘅，因為愛神啊嘛，性格啊嘛。咁所以你睇到少祖又係，佢哋唔覺得有選擇，有機會我就咁提嘅啫，淨唔係俾佢哋作選擇添。咁然後佢哋當係一個佢哋嘅使命咁樣去做噶嘛。咁你會睇到咪就佢哋都變成 walking oracle 咯。呢個咪就係典型一個咁榜樣，你親眼見到咯。我就係話上一代40年裏邊都冇人做到啊嘛，係因為就係佢哋有個假設，我識得又話，
我同佢同歲數，我睇住佢一路開始由7個人教會一齊開始到而家，所以我有得選擇，咁所以咪錯失咗咯，即係錯失咗與我同步咯。即係話成個過程當中，你會睇到小獅子係遲咗20年、30年，次因係我39歲嘅時候佢出世，遲咗30年甚至40年啊，佢都可以同我同步啊！你見唔見？因為呢個咪就係神嘅恩典啦，呢個就係神嘅 word。當你看為冇得選擇嘅時候呢，你發覺你有能力去做，並且做得更好嘅話呢，你去做嘅話呢，咁你咪可以經歷得到咯。呢個就係本身我都係因為咁樣，甚至冇一個所謂受膏者喺我面前，我都可以做得到嘛。咁但係而家你已經有個喺度明，你用幾十年去證明受膏者，然後你都仍然唔當佢係受膏者。記住，佢係受膏者，佢所講嘅使命、定命同埋交託俾你係冇得選擇嘅，其實係冇嘅。佢俾你嘅答案都冇得選擇，因為嗰度有條路俾你去經歷神，而唔係淨係解決你而家現時嘅問題或者你嘅病。就好似等於神俾一條路摩西咁，咁摩西行嗰條路，佢咪經歷到神咯？呢個係牽涉到唔單止解決佢當時問題，係解決到佢自己能夠喺信仰上成長啊嘛。摩西俾條路以色列人，你估真係淨係出埃及？唔係啊，係出埃及過程當中佢哋嘅信仰成長啊嘛。呢個先至係佢哋嘅永生嗰條命行得長定短啊嘛。咁但係你都睇到啦，佢由頭到尾都純係利益主義、利益至上，嘢食遲啲又唔得，去到迦南美地巨人大隻一陣又唔得。咁你要睇到全部利益至上，到最尾呢，佢哋根本一啲都唔花個心機喺佢哋人生信仰性格嘅成長，咁死得噶啦，佢哋死得噶啦，枉費一生啦。所以神俾呢個債嘅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哋唔識得自覺嘅，我哋第一唔識得自覺建立我哋嘅性格，建立我哋嘅信仰，所以我哋為咗還債，而我哋能夠自動嘅催促自己、限制自己，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性格嘅開始，而越還越認真嘅。所以你會睇到我還呢一個福音嘅債，我係越還越認真噶，我唔會話去到我呢個年紀嘅時候，哇！我都做咗咁多嘢咯，我淨係數翻我以前武功都有勞咯，我使乜再做落去啊？而家即係我根本有足夠嘅錢，我而家退休唔講道，理得你啦，係咪？我自己過自己嘅生活都得，唔係噶，我係一路好認真嘅還呢個債，所以變咗我咪同神一路會 keep contact， 即係會有呢個聯繫啦。咁所以我哋講嘅債其實就係打破咗我哋呢一種以為有得選擇嘅假象。所以而家所謂債奴、所謂車奴、樓奴，佢哋怨就係因為佢哋知道佢欠咗債，佢冇得選擇。但係衰在好多基督徒都唔係咁諗，所以好多基督徒先膽大妄為，每個時代去逼死神嘅受膏者啦，就係咁解，就係呢種膽大妄為。但係變咗喺神嘅面前，佢哋個個都變晒失信人啦，就全部唔使指上天堂，全部都唔使，因為呢個係宗教家。如果主耶穌佢都唔喺當時同法利賽人有呢個針鋒相對，並且講明佢哋係落緊地獄嘅話呢，其實你都想象唔到喺呢個時代當中，大部分叫做基督徒、天主教徒嗰啲逼迫過神嘅受膏者，其實佢哋一定落地獄嘅。因為你從來唔知道受膏者真正嘅意思，尤其是佢越見到嗰個人受膏呢，佢就越覺得人善可以被人欺，佢走去欺壓佢。但係佢哋咪死梗，全部死梗。我只要講過一句，而家你就明白點解佢哋講過一句特登迫害、苦害、冤枉，因嫉妒而講嘅，佢都唔使指上天堂，就係咁解啦。因為受膏者根本就係每個時代嘅神用嘅收債人嚟嘅。咁而呢個收債人嘅話呢，去到某一啲叫做神特別用嘅收債人，就好似主耶穌咁啦，嗰個審判直情可以即時出現。咁而辛苦就係即時審判嘅收債人。咁所以點解佢哋會有4碼就咁解？咁我神用4794去講我哋就係咁解。神用挪亞方舟講我哋就咁解。因為點解啊？挪亞方舟咪又係一時就係提供個答案，第二佢又係收債人。因為有咗呢一個方舟呢，佢哋直情可以與呢個審判同時出現，但係只有呢8個人同埋所有嗰啲動物先至可以冇事啫嘛。所以挪亞其實係講咗一個時代，就係收債人，同時佢帶嚟答案之外呢，佢亦係成為審判者。咁所以變咗我哋咪就係呢一個時代，當完成咗約櫃嘅話，咁所以約櫃又係方舟，約櫃又係審判。但係約櫃嘅完成，成為呢個家私之後呢，咁相對唔單止成為嗰個時代嘅 Oracle， 但係亦成為嗰個時代嘅審判，因為佢完成咗之後，個審判又可以正式開始。而家讓我哋接續精華短片嘅內容。